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頻道，我係你哋嘅職場軍師。今日我哋繼續講權力的48條法則，嚟到第10條，迴避唔快樂同不幸之人。呢一條聽落有啲無情，但係絕對係救命金句。你有冇試過身邊有個朋友或者係同事，佢好似個黑洞咁，每次見親佢都係愁眉苦臉，唔係話窮就係話病，唔係俾人飛就係俾老細鬧。你出於好心想幫佢，結果搞到自己都周身唔聚財，甚至連你嘅運氣都變差埋。其實呢啲唔係迷信，係情緒同心態嘅傳染病嚟㗎。作者 Robert Greene 話俾我哋知，不幸係會傳染嘅。如果你想成功，第一件事就要學識隔離呢啲帶菌者。講到呢條法則，一個非常傳奇而且破壞力驚人嘅女人 Lola Montez 露拉蒙特茲，呢個女人真係紅顏禍水嘅教科書級例子。佢係19世紀嘅一位愛爾蘭舞娘，靚就幾靚，但係性格極度不穩定，充滿破壞力。Lola 嘅一生就好似一陣旋風，走到邊度都會帶嚟話題。佢最初去巴黎跳舞，結果引起當時幾位著名評論家之間嘅爭論。之後佢同鋼琴巨星李斯特 Franz Liszt 有過一段交往。李斯特原本事業如日中天，但同 Lola 一齊之後，覺得佢性格充滿激情，情緒起伏較大，令佢感到壓力。最後李斯特選擇悄悄離開，結束呢一段關係。最受影響嘅人物係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。呢位國王原本深受人民愛戴，國家亦都相對安穩。後來 Lola 去到慕尼黑，憑借佢嘅魅力吸引咗國王。國王對佢非常偏愛，不但給予財力支持，仲喺佢性格強烈、行事直接嘅情況下依然包容。Lola 嘅存在令社會氣氛變得緊張，學生舉行示威，大臣相繼辭職，人民亦開始集會表達不滿。最終 Lola 被迫離開，而路德維希一世亦因為呢一段關係而選擇退位，晚年生活相對孤寂。你睇下。Lola 自己可能覺得自己好慘，覺得全世界都針對佢，但係客觀嚟睇，佢就係一個不幸製造者。佢身邊嘅人都想救佢，想愛佢，結果全部都俾佢拖落水，輕則破財，重則亡國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，有啲人嘅不幸唔係因為運氣差，而係佢哋嘅性格缺陷造成嘅。如果你唔避開，你就會成為下一個陪葬品。講完歷史，轉返嚟我哋現代職場個感覺其實一模一樣，只係場景變咗做 office。你試下想象下，你隔籬位有個同事叫阿愁，阿愁就係典型嘅職場怨婦。每日返工，阿愁坐低第一件事唔係做嘢，係嘆氣。唉，又要返工，真係好想升仙。然後佢會捉住你話：喂，你有冇覺得老細針對我啊？琴日份 report 我明明做啱咗。佢又挑剔我，其實你心知肚明，阿愁份 report 錯漏百出，係佢自己唔小心，但係阿愁永遠覺得自己係受害者，全世界都欠咗佢。一開始你可能會同情佢，覺得大家都係打工仔，聽佢話兩句，甚至主動幫佢執手尾，但慢慢你會發現唔對路，因為你成日同阿愁黐埋一齊，你嘅情緒會開始受影響，你會覺得返工好灰。睇嘢開始負面，最慘係咩？係喺老細同其他同事眼中，你同阿愁係一檔嘅。當老細見到你成日同個表現最差、負能量最強嘅人傾偈，佢會覺得你都係同一類人，係失敗者聯盟。仲有更加實際嘅影響就係當你有個 project 要同阿愁合作，因為佢嘅拖延同卸膊特質，佢會遲交貨、做錯嘢，搞到你要 OT 幫佢補鑊。最後個 project 衰咗，老細鬧人嘅時候係鬧埋你一份，阿愁就會繼續扮可憐話：唉，我都話我黑仔㗎喇，連累埋你。其實根本唔係黑仔，係佢嘅態度問題傳染咗俾你，令你個 project 錯漏百出。呢個就係現代版嘅被不幸之人感染。咁面對呢啲帶菌者，我哋應該點樣保護自己，實踐呢一條法則呢？第一步要識得分辨，你要分清楚對方係真係一時運滯需要幫手，定係長期嘅性格缺陷。
如果一個人長期都發生爛事，長期都覺得自己係受害者，永遠唔檢討自己，咁呢個人就係你要回避嘅目標。唔好有救世主心態，你救唔到佢㗎，佢嘅沉淪係無底深潭嚟。第二步係物理同心理隔離，唔好再做佢嘅情緒垃圾桶。當佢開始講負面嘅時候，你可以禮貌地揾藉口行開。係啊，陰公咯。啊，我有個緊急嘅電郵要覆，遲啲講，慢慢疏遠佢。千祈唔好同佢一齊鬧公司、鬧老細，因為呢啲說話最後一定會傳翻出去，到時受害嗰個係你。喺工作上盡量避免同佢一組，如果避唔到，就要白紙黑字分清楚職責，保障自己，唔好俾佢拉落水做替死鬼。第三步呢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步，叫做主動感染。書入邊教我哋，除咗避開衰人，仲要主動去黐啲好運、快樂、有能力嘅人。你想要聰明啲就黐啲聰明人，你想要快樂啲就同啲樂觀嘅同事食飯。情緒同心態係雙向傳染嘅，既然係咁，點解唔感染啲好嘢返嚟，去接近嗰啲做嘢爽手、心態正面嘅贏家？你會發現你自己個氣場都會順好多，機遇自然會嚟揾你。總括嚟講，權力的48條法則第10條提醒我哋，人際關係係一種選擇，你可以選擇同邊個一齊，亦即係選擇咗自己嘅命運。唔好因為怕唔好意思而任由嗰啲長期不幸嘅人吸乾你嘅能量。記住，喺海入邊見到有人遇溺，你想救佢都要睇下自己識唔識游水。如果你見到嗰個人係因為自己綁住舊石跳落海，你游埋去只會俾佢扯埋落水底。狠心啲，斬斷呢啲有毒嘅關係，先係對自己人生負責。好啦，今日講咗咁多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嘅職場生涯入邊有冇遇過好似阿愁或者 Lola 咁嘅黑仔王，或者成日講負面嘢嘅人？你當時係點樣處理？係俾佢拖累咗，定係你成功甩身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盡情吐苦水，或者分享你嘅斬纜絕招。話唔定你嘅經驗可以救翻好多人。如果你覺得今日條片講中咗你嘅心聲，記住要撳個 like，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share 埋俾你身邊正深受其害嘅朋友睇，幫佢哋早日脫離苦海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